晨光大學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。早晨啊！今日咧講下啲心靈治療啦，或者咧令到大家可以咧排解一啲鬱悶啊、壓力啊咁樣啦。近排咧就有3個字咧就新興出嚟，舊時又叫行山嘅啫，依家叫森林浴啊，要洗下白先咁啊！請嚟咧我哋今日嘅嘉賓啦，有周華山博士啊！早晨啊，周華山博士。早晨啊，早晨大家好。係你興唔興洗下白啊？喺山野之間，即係呢個森林浴，你嘅睇法又係點呢？有冇機會幫到一啲叫做排解一啲繁瑣事啊，或者排解鬱悶呢？交俾你多講啦，唔該，華山博士。好多謝阿多謝我，哇，好開心你同我提呢個題目，因為我幾乎每日都行山嘅，幾乎啊係好誇張嘅，即係我住嗰度咧好幸運嘅，我行5分鐘，我喺市區啦嚇，同時我行5分鐘就會上到山㗎啦嚇，即係好近嘅啫嚇，咁已經係一個純粹大自然森林，即係叢林嘅地方。我記得啊，我睇電視台訪問你啲報道你都有咁樣實楷咁樣做過一次㗎，我跟得好足嘅。嗱，我可以講埋㗎，冇秘密㗎。我住灣仔區嘅，我喺合和中心一搭嗰條樓梯一上咧，上到堅尼地道，再行多2分鐘已經係森林嚟㗎啦。咁所以我即係喺嗰度係好，即係5分鐘內去到森林。我一個禮拜我諗平均5日度啦會行嘅，即係行45分鐘啦，或者1個鐘啦，咁係好中意，我非常鼓勵嘅。同埋有幾招咧，我有啲絕橋嘅。好，交俾你多講啦，華山博士，教下我哋森林浴嘅好處，同埋有幾招嘅絕橋，交俾你講啦。好啦，教就唔敢講啦，但係我好開心嘅，聽到阿歐即係講呢個，我每日都好 passionate 啫，即係好有激情，好有感受嘅。好，嗱，我講一招好特別嘅先啊。行嘅時候有時我會㗎，特別即係工作量好大啦，好多繁瑣嘅嘢啦，帶住一個問題去行啦，即係點教阿仔啊？仔而家咁難頂，或者老婆喺度丙我，咁點啊？或者老細又捽我數，又要我加班，我又唔制，即係帶一個而家生活現實，你而家面對緊嘅問題，各位聽眾去諗而家好生活化嘅一個實際問題，然後帶住一個問題輕輕咁就行入嗰個。嗱，可以係公園都得㗎，你唔一定，你話唔方便，我要搭車好遠喎，咁你樓下公園都得嘅，即係附近香港都好好㗎。香港通常喺即係好近嘅地方都會揾到一啲即係花草樹木嘅地方啦，公園啦嚇。咁帶住個問題行入去嘅時候咧，然後就俾自己享受呢個花草樹木，然後有意識地，嗱，呢個重要啊，有意識地俾自己放鬆啦，然後最關鍵啦，有意識地聽大自然講嘢。聽個石頭同你講嘢，聽到啲花同你講嘢，聽啲風同我講嘢，聽個陽光同我講嘢。我哋感受呢個大自然係有生命嘅，係有愛嘅，係有感情嘅。天地有情，萬物有情。如果行入去嘅時候，啲流水有句說話想同我講，如果啲風想提醒我一樣嘢，如果啲花草樹木，我感受下佢嘅能量，感受下佢，我值唔值得喺佢身上學懂一樣嘢？嗰樣嘢係乜嘢呢？嗱，唔需要好用腦㗎，即係好溫柔嘅，好溫馨，好舒服嘅，去享受啦。最緊要係 enjoy，係享受嘅。慢慢行去感受下嗰啲風啊、陽光啊、花草樹木啊、嗰啲小花小草。如果佢有啲咩嘢同我講，然後真係俾自己去靜一靜去聽嘅。如果可以，甚至眯埋眼嘅，甚至可以做一個動作嘅，隻手板輕輕放喺胸口，輕輕放喺胸口。感受，如果環境方面係眯埋眼嘅，感受啲風啦，感受花草樹木啦，然後佢有一樣嘢同我講，我值得收呢個宇宙大愛嘅一個咩信息呢？然後聽呢個信息。嗱，我經驗呢，10中其9啊。當我咁行咗幾分鐘之後呢，我本來有個問題噶嘛。係啊，教阿仔啊嘛，我記得你話點教阿仔？阿女而家又發脾氣，又發爛渣，又鬧我，咁即係點啊？即係咩都好啦嚇，經濟壓力、感情、家庭、婚姻、健康咩都好啦嚇，好奇妙地嘅，我唔需要特別再諗個問題嘅。當我融進大自然呢，其實我係從更高嘅維度啦、視野啦去覺察、去觀照我嘅人生嘅，去感受我嘅人生嘅。我離開咗我本來好自我中心。我點，我唔中意你，點解你咁？即係全部都係我嘅慾望、我嘅恐懼、我嘅貪婪、我嘅執着嚟嘅啫。
當我去到大自然咧，我融進咗呢個天地萬物嘅層次維度，而最重要係有意識去聆聽、去覺察宇宙嘅聲音咧。無論聽到話咩唔重要，可能只係話，哎呀，O 你放鬆啲啦，阿 O 你已經做得好好噶啦，阿 O 其實你好值得欣賞自己噶，阿 O 你可以俾自己享受下啦。即係其實聽到咩唔重要嘅，重要嘅係我稍為放鬆咗嗰個咪啊，我個自我中心或者我嘅煩惱、我嘅執着、我嘅期望。然後當我咁行多幾分鐘呢，往往我自己突然間呢，再諗翻個問題，我就覺得唔使理嘅，或者普通啫，豁然開朗啊！即刻覺得輕舟已過萬重山，即係有時可能只係行咗5分鐘、10分鐘嘅咋，但係忽然間呢，自己會升呢咁樣㗎。所以嗱，我鼓勵大家可以試下招。阿 O，你聽到你覺得點啊？我覺得好認同啊，係啊，有陣時都係咁噶。人類咧，你面對啲問題，哇，即係又爭1000蚊先可以供到架車啊，咁樣好無聊噶，可能係呢啲咁嘅問題。但係其實你睇翻個宇宙，睇翻個世界，或者睇啲花草樹木啊，啲雀仔都冇乜點揾食，都有得食嘅，哈哈，好似都唔使咁憂慮喎，會唔會係咁咧？咁樣即係可能呢一類嘅嘢就係頭先華山博士啟迪到我自己啦，即係主持人自己去諗嘅一個現況啦。咁真係要 practice 嘅，我覺得頭先一開始華山博士聽下啲樹點樣嘅聲音，聽下世界俾到咩聲音你，我覺得真係唔係第一次，可能你就會聽到啲咯。即係就等於早嗰2集我哋講叫做靜觀冥想嘅一啲練習。你真係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得㗎，尤其是有啲根本係坐唔定嘅。喂，冥想3分鐘就想玩下部電話，佢又開個串流平台嚟睇，你未必搞得掂，但係要持之以恆咯。啱唔啱啊，華山博士？係啊，你講得好好啊！我好多謝你提呢個 point， 就係我哋太容易捲入去，譬如1000蚊就要供架車，或者要做啲乜，我太容易俾眼前嗰個其實可能係微不足道嘅咋，係嘛？當我事後睇翻，覺得自己都有啲傻更更嘅。點解我為咗咁少嘅事，為咗對方一句説話，一個佢都唔記得咗嘅一個眼神，一句説話，我就嬲到令到自己好痛苦，或者為一件好簡單嘅事，自己成個情緒捲咗入去啊！咁所以好重要，我哋生命必須要有智慧啊！如果冇智慧呢，我哋會好痛苦啊！而智慧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有㗎。大自然係充滿智慧嘅，只要今日大家揀 lunch time 啦，或者去食飯啦，或者放工嘅時候啦，或者任何時候，哪怕你唔好去到山頂，你去到附近嘅一個公園，你行5分鐘啦，行嗰5分鐘嘅時候，俾自己行下啦，感受下，最緊要係放低頭腦，放低雜念，有意識地融入去嗰個環境，哪怕係一朵花、一隻雀仔，聽下佢把聲，感受下佢嘅世界。感受下棵樹嘅世界，感受下花草樹木，然後俾自己融進去嘅時候呢，然後只係望我哋呼吸，唔需要做任何嘢嘅，然後最緊要俾自己享受。嗰幾分鐘之後呢，忽然發覺正如阿 O 所講，有啲啟迪嘅，有啲啟發嘅，好嘛？我鼓勵大家每日都咁做 ，make it a daily practice， 每日都去實踐咧，發覺個人輕鬆咗、自在咗，同埋開始有啲智慧，有啲慧根喎。我哋一齊努力，好嘛？係自在呢個字真係好啱聽啊！咁啊，多謝晒周華山博士啦，同我哋分享咁多啦。咁啊，下集再同我哋傾下唔同嘅一啲情緒困惑啦，又點樣去排解啦？多謝周華山博士。拜拜，好多謝大家，拜拜。華山博士又講得啱喎，其實即係每日朝頭早咧，其實可以喺好多唔同地方聽到啲聲音嘅。咁啊，而家扭開心機係最好啦，有香港電台第2台晨光第一線嘅聲音。